乡亲朋友，大家好！又到我们的运动时间了。英语老师呢，今天要让大家总复习，复习嘛个呢？复习人的关节与腺体，从俺的目足、肩颈、肩头、身体全部带一遍。本大家有印象讲，之前英语老师带的呢，全部浓缩成关节与腺体，15分的时间全部拿去做题，好吗？好，同样啊，记得哈，起点做、坐垫做咩做得？那目足呢？做目足的动作，好，一定要坐垫做，因为佢老心脏有关系。好，各位肩头的也是人做冇做目足，睇个讲一下，那目足向东方、向下背、左偏、右偏、离眼前呢，好，也上班人讲过的。也系起点呢，就从肩头开始哈。做得的话，平常呢，坐垫做较安全。好，从肩头的。脖子的关节与腺体啊，跟腺体之间有唾液腺、甲状腺、胸腺、肾上腺、生殖腺，这样的一个肉字旁的这种腺体哈，动关节就会有帮助腺体的分泌正常。好，其他先简单的全部做一遍哈，从脖子、颈椎开始哈，向前吐气，吸气，向东方。好，转来，右片放松吐气，吸气转来，记得了，下巴要竖哦。好，吐气，右片，吸气转来。好，肩头摆正，下巴平左片吐气，吸气转来。人家是会总复习啊哈，关节与腺体的总复习，右片吐气，好，慢慢吸气转来，好，肩头不用张来，手不用让眼向前，好，乌龟伸紧式，吸气转来，第一刀，转来，第三刀，转来，好，也还。乌龟的伸紧式哈，也还讲紧呢。好，肩头右片，右上左下，左片左上右下。好，右片，左片，用强手，前面，后背，前面，后背，肩头哦，肩头当重要哦，旋转，吸气，肩头，吐气。不用强手，第二刀，呼吸一下哈，全部做过，旋转，不用强手，反方向，扩胸，吸气。本有印象讲之前人做过哪个动作？不用强手，好来，吸气，往上提，旋转，不用强手，好，慢慢的吸气，手心朝上，不用落肩头呀。打开来，好，不用强松肩头，好，吸气向东方，吐气不用强手，吸气，吐气不用强手，好，转到前面，在肩头的部分了哈，前后扩胸啊，好，吐气，然后你做到你肩头，好。避免预防无时间，避免肩膀酸痛。好，吐气。好，画圈圈了，转来，往前呢，到后背，不用强松，吐气，吸气，画一个大圆，往后，不用强松。好，反方向，吸气，上来。旋转，吐气，改刀哦，还是肩头的部分哦哈，乡亲朋友，向下做唤醒人的之前看的记忆，吐气，不用强松，都呀，做体，吸气，好，不用强松，好，也是肩头的部分哦，好，手背脚打开来，手背垂直伸展，吸气，吐气。吸气，身体来长来，来到腋下淋巴，吐气，不用强手，
垂直伸展哈。各位吸气，打开来，吐气，交叉，吸气，打开来，吐气，交叉。好，你可以做几多诶？好，还记得吗？你之前教的啊哈。好，各位都要，手心朝上。好，打开来，吐气，交叉，吸气，扩胸。好，一头做起来，身体会动舒服，很好。好，都要打开来，吸气，扩胸。好，各位手心相对，手心相对，因为你看到太虚都大自然啊，吸气啊，动舒服，有冇？伸懒腰，扩胸，好，安内，手心相对，吐气，吸气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好，做好嘢，吐气，还记得冇？肩头，好，抱着，吐气。吸气，吐气，吸气，打开来，不用享受，安尼呀，肩头就会动舒服。好，各位松松啊，松松啊，肩头松一下，松一下。好，肩头做个做侧弯了哈，放起来，吸气，往上，好，不用享受，吸气。好，用左片，慢慢的，不用放松左侧，延展右侧，放松左侧，延展右侧，吐气。你要数可以不用呀，你可以不用的呀，个延伸。好，你感觉它，享受它，吸气，上来，往上，吐气，不用享受，个吸气。左手上来，右手打开来，好，侧弯了，好，脊椎也延展，放松右侧，延展左侧，吸气，吐气，吸气，吐气，再不用强松，吸气，吐气，停一下哦，也是侧弯哦，还记得吗？相信朋友当然有做嘛，有做一天有记得一美老师的复习哦，好，吸气，右手，好，慢慢上。吐气，不用放松哦，手腕、手指头、手掌、肩头，吐气，慢慢的放，不用放松，吸气，慢慢的不用放松，慢慢的吐气。好，也是手背的部分哦。刚才旋转，好，上半身跟下半身的旋转，吸气，手向前。手交叉，吸气，慢慢的向当方，都移动后背，来上来，好，吐气，身体天天的一体的线，右片，还记得吗？一美老师上辈老太太讲的轻气法的一个动作，吸气，旋转，吐气，左片，站到前面，两片哦，右片。旋转，右背，左片，吐气，到前面，反方向了，也可以双背躯干的旋转跟扭转，吸气，向当方，吐气，旋转，到前面，改到哦，记得了，脊椎来出来哦，旋转。吐气，再转来，所有的动作都前面吹气，没都前面结束。吸气，向当方，吐气，不用放松，再不用放松哦，透气哦，吐气，不用放松，好，慢慢的不用放松，转来，还记得吗？下一个动作，
分肚脐以上跟肚脐以下咩，还有一个动作，好，下背下半段呢给延展了哈，然后手叉腰，好，身体向前，向右，转一圈，向左边。还记得吗？因为老师讲也系俺最喜欢的动作哦。你舌头包没可以按你做，你肚脐腰诶没可以按你做，也可以帮助我们哈，给整个胃腺的分泌，过牙腰跟髋关节，给俺呢松，给俺呢刺激过按摩。记得了哈，人家是讲哦，人头脑会疼痛，也手不用个头脑当，当向树的前面、右边、后背、左边。乡亲朋友，做瑜伽没好，做运动没好，唱跳舞安尼快乐哦。跳舞一天当快乐，你知道我跳舞从嘛哈？好记得咯，也要反方向，前面、左边、后背、右边，做安尼流动。好，马个事情呢係滚石不生态呢，你流动的话，你循环就会好。好，记得咯，你右边向左边，左边跟右边去抖抖，你就反方向。好，慢慢的吸气，转到前面，好，回来，吐气，不用强松。好，也係上半段跟下半段的连接。好，上半段也會做好，人家做臀部跟髋關節了哈。好，手叉腰，吸氣的時候，眼腳卡出來，做2度之後哦，抬起來，右片不用下來。好，你可以按你點，好，吸氣，吐氣，不用下來，左片。你講假使講你冇辦法，像一美老師按你冇不用下來，引力的話，你可以哈，不用下來點住，你就唔會跌倒嘅哈，轉來反方向咪同樣啊，右片前面，左片右片前面，左片右片，主要係同樣大腿嘅髋關節嘅你按摩嘅流動，哈，轉來，揾做夠了，重心不用喺右片。好，左腳伸出來，吸氣，抬起來，還記得嗎？左片可以不用下來哦。好，右片抬起來，好，中間左片，右片抬起來。好，你講右腳有力，起嘅係的話，你就可以按呢，你就可以按呢。好，反方向了哦，左片上來，右片不用強鬆，1、2，好，你做係冇辦法起。你就不用聽了哈，穩住，好，鬆轉來，好，鬆鬆啊，鬆鬆啊，哈，你可以旋的話哈，大腿搭搭的，搭搭的，因為係總複習，你就冇做太多多啊，哈，好，各位壓腳，好，壓做完以後，膝蓋、髖關節按摩哈，你不用落壓，好，先鬆一下，前後，鬆一下，鬆一下，鬆一下，各位膝蓋轉小小圈，也對。腳趾頭嘅安尼按摩，嚇記得咯，唔好太強，嚇3拳到5拳，反方向，慢慢咧反方向，好，也係對腳趾頭嘅保養哦，還有也安尼搭搭嘅咪做得咯，搭搭嘅，嚇比如攰腳趾頭收起來，嚇也係腳趾頭哦，各位，嚇腳踝髖關節個腳趾頭，嚇轉咧。好，轉呢腳趾頭，好，伸出來，勾腳跟，繃腳尖，勾腳跟，繃腳尖。一隻動作咪當重要啊！哈，你可以坐定做，可以企定做，各位轉腳踝，好，反方向，好，腳趾頭，勾腳跟，繃腳尖，好，你企定，還記得冇？坐定哈，坐定，同樣哦，你也會上半段跟下半段都拉側腰。好，很多做側腰開始吸氣，好，當放起來，還記得嗎？右片，好，轉來，左片，不用強鬆，轉來，好，吐氣，不用強鬆，好，也係拉側腰，各位，好，還記得嗎？打果汁，好，轉圈圈呢，左片，前面，右片，都是數，不用強鬆，左片，前面，右片。不用強鬆，個反方向，好，個反方向，呀，所有的動作你就可以，好，坐定啊，企定做，好，吐氣，轉來，好，鄉親朋友，
记得了哈，关节与腺体，你身体有当多的腺体，你做关节的同时呢，你就有刺激按摩到你的腺体，做正常的分泌。简单的动作，当你享受它，好，感谢它，很感恩的它，很享受的它，做因为你身体健康，这样做运动啊，鼓手莫难事哦。好，一鸣老师都呀，因为运动节目多呀，也祝福大家一定要健康哦，一定要幸福。谢谢大家，很谢谢。